顶着34度高温，马路边排队，车子上堆的资源回收物逐一称重。你要换无？你230唔得。好啊。 200点可以兑换价值200多块的免费垃圾袋。三重这个回收站就有1000多个民众落实配合回收，积沙成塔，多少弥补荷包。来，85岁阿婆也推着整袋玻璃来，按重量换算点数，辛苦有诱因，一下子轮胎也堆成小山。他们这个是1公斤，比如说1块钱，他可以给我们7毛钱。 500多公斤轮胎有300多块钱的回馈金，李和李明双赢，1个月收入3万多块，没有公园的词汇里得以运用拿来美化环境。回收再利用啦，废俗再利用，回收再利用，过一边撒给给风猫，改变社区风貌。我们就看到这里就多了一个迷你小花园。连任15年的资深里长蔡清德号召了不少里民 DIY 把垃圾变成美丽的装饰品，餐厅用过大量的饮料盒也送来这里。 清洗、剪裁、拼贴过后，变成了环保帽。而本业做起的蔡清德还想出把玩过要丢的4色牌做成可爱的彩色鞋，挂在墙上有辟邪的趣味。而这一条原本杂乱的小巷，经过装点变成了低碳隧道。环保局评为资源回收创意奖第1名。铝罐风车、保特瓶盖创意，还有保特瓶丝瓜，集思广益发想，连电线杆也可以变得不一样。他们吃烟的时候就丢在里面。 不要乱丢烟蒂。对，就不要乱丢。蔡清德认为，装饰是充满乐趣的事，从一个人到一群人，同心协力，让环境更美丽，也愿意为下一代好，持续发心。废俗再利用，过一边撒给风猫。废俗再利用，过一边撒给风猫。谢谢宗仪老师。